虔诚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37页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37页，上解头一段，上解头一段，就是解释甲侵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。一面就是若能正心，上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慧之见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教咱爱来开佛之典啊，开佛之见，唔通开众生之见。在前面呢，已经将这个众生之见已经讲了啦。那所以叫做讲做众生之见啦，也就是咱众生的想法、众生的看法，也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有讲过去，就是讲小人甲君主。那么这个君主伊的观念，君主呢伊的看法，甲一个小人的看法呢，可以讲是完全不同。在前面已经讲了啦，因为咱世间的人心邪，因为牛齿未晓来做罪，嘴虽然是讲甲真好听，但是心呢，可能拢是无好。有只会贪嗔嫉妒、天灵傲慢、侵人害物等等，所以呢，就是开了众生的知见。就是讲咱众生的知见呢，就将这个所在开了，那这就是一种的众生。所以众生或者是佛，那就是在咱的知见上的分别。同款的意思，到底是一个君主，或者是一个小人，由伊的眼光、伊的看法、伊的想法来去甲伊分别出来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：若能正心，上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见。讲假若若是当来正心，这个正心嘛，就是当好端正伊的心的意思。在大学内底来讲，讲这个修心嘛，在正其心，就是讲咱人会当好来修心啦，就是在这个人呢，心是当好来端正伊的心。心若正了，这个心呢，自然就修了。就是讲，咱一个人的行为的好歹啦，就是盖在咱的心。咱的心若好，行为自然好；心若是正，行为自然正；心若邪，咱的行为自然就邪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爱先正咱的心，咱的心会当来端正，常常呢爱来生起智慧，有这个智慧会当来了解世间的这个事理，会当来了解世间的事物，会当来了解出世真理，会当来明了善恶因果业报等等。那呢，当然你这人就别去做恶，会晓来观照自心，就是讲用个智慧来照料自己的心，也来去止恶行善。止恶行善就是讲停止罪恶，
来去行善法，讲是自开佛之地见，讲这呢就是开佛的地见。那这个开佛的地见呢，就是讲这呢，也就是咱众生呢自己就会当好将咱佛心将这个佛的地见会当该开显。那伫这所在最重要呢，当然也就是咱会当好来静心，会当好常常来升起这个智慧，会当好来关照自心，会当好止恶行善。咱这个智慧，甲关照自心，甲止恶行善，甲前面所讲迄个静心，这可以讲就是属于前后的连带关系。当然，你这人心若是有端正，咱就无烦恼。无烦恼呢，咱的智慧就会发生作用。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叫做讲做生咱必须来了解。这个生的意思就是发生作用的意思，毋是讲生起的意思。因为智慧这是咱人本来都是具足的人，具足的物件。那这个人本来都是具足的这个智慧呢，爱会当互伊常常都来发生迄个作用。这就是遮所讲的常生智慧。智慧呢是常常会当互来生起作用。既然是智慧，就是照料自心的物件。智慧甲烦恼的不同在哪里呢？烦恼妄想这是向外，智慧呢是内外明照。一方面照料自心，一方面呢也会当来去照料外面的一切事物。那是妄想烦恼呢，只会去分别外面的物件，无法度好来反照自心。这就是智慧甲烦恼的不同。在你会当来反照自心，搁再会当好来去这个对事理的分别。这个是那你这个恶自然止啦，也这个善呢自然就会行。咱即晚摕一个真正简单的事例起来说明。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当伊要讲一句话，或者是要做一项代志，或者是心肝底想一项代志，一定呢会去考虑到到底是善是恶，也现做是做落了，那未来迄个果报又是如何呢？一定会想这个问题。比如讲，以这个杀生来讲就好，因为咱众生未识，所以咱就未去考虑讲，咱即马杀生了，咱会去受到什么款的果报。若是有智慧的人，当然就会当想起讲，要杀生了，到底会受到什么款的果报？那你即马要做这个时阵，未曾做以前，想起到迄个未来，会影响到什么款的程度？这也就是咱佛文中所讲的，众生是为果，菩萨是为因。众生为果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众生呢，在伫咧做迄个时阵拢毋惊啦。伊伫咧做罪恶的时阵袂受咱外呢遮影响咧。你即马该安怎劝，该安怎讲，绝对听袂入耳。也凡是你叫伊愈毋通做，伊愈要该做。那这就是咱众生。害来即么做了呢？去受到迄个果报，迄当阵呢，心肝才是咧起恐怖，
心肝才是咧起惊吓，在迄个时阵啊，已经是伤慢啦。迄当阵呢，安怎恐怖，安怎惊吓，安怎反悔，根本嘛是无路用。迄就是众生啊，所以众生为果。在过去，比如讲咱报纸上，嘛常常看到有一寡遮个行毋着路的人去做毋着代志啦。当伊咧做的时阵呢，当然是英雄好汉啦。但是即马杀人放火啦，无所不知做咧呢，即马去互掠着，人家判刑，要甲伊枪杀。迄当阵呢，才一咧反悔，有啥物路用呢？已经是无路用。迄就是咱众生。教人讲是有智慧人参佛菩萨，因都会晓来考虑讲到底这个代志是毋是会使哩做，做了后摆会得到什么款的效果，所以伊就袂去做，自自然然就会去止恶，自自然然就会行善。因为了解讲做恶一定是得到恶的果报，行善会当得到好的果报，所以自然呢就会去止恶行善。若是安尼呢，这也就是开了佛的知见。一句讲，这呢就是佛的知见的作用，佛的知见的开显，也就是佛性将这个烦恼中拨开这个烦恼呢，来开发迄个作用。下面读做慧能大师搁再讲啦，讲念思念念开佛知见，勿开众生知见。你在这个所在，当然就是以这个法达来作为对象来说明啦。那事实上，也就是咧指咱啦，以后所有的人讲恁大家呢，必须爱念念来开佛知见。这个念念就是前念、后念、上述，就是每一念拢爱来开迄个佛的知见。咱人的心念就是无休困，伫咧起作用。咱这个心念来甲伊分析，有生住异灭。这个生就是讲这个念头的升起，这个住就是讲这个念头升起了后呢，保持迄个念头的时阵，那这咪叫做讲住。这个意呢，就是讲这个念头已经开始变了，这个就讲意。这个变呢，就是讲这个念头呢已经无去了。也你这个念头升起了，也变到无去时，后的念头搁再升起。所以这个心念是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。那个讲较紧，就是讲生灭伫咧变化。所以你头一念起来是好的念头，后念起来呢，不一定讲都是一个好的念头。咱摕一个念头的生住异灭，以及甲这个前念后念，不一定讲都是善念，也不一定讲都是恶念。这个代志呢，来摕来互咱各位做参考。譬如讲，咱忽然间升起一个心念，讲我要来拜佛，或者是讲要来布施做功德。咱这念升起了后呢，你伫遐咧坚心，讲我要去拜佛，或者是讲要来去布施。但是这个念头呢，我才想讲，我要有别项代志爱做咧，是毋是应该去拜佛啦？迄当中，你这个念头已经都变了，这就是意了。虽然是讲还未完全打消你要去拜佛这个念头，但是你这个要拜佛的念头已经动摇。到我最后讲袂使咧，我只要工课要来去做，或者是讲我要来去趁钱，无时间去拜佛。那你这个要拜佛的念将呢都灭去啦。这就是生住异灭，这个念头的生住异灭。那这个念头的生住异灭，一个念头的生，一个念头的灭。那这个念头灭了，搁再起来第二个念头呢，
可能无共款的念啦。我讲一较别话，就是讲你前念可能是属于善念，但是后念呢，可能啊是变成是属于一种一个恶念。那以这个拜佛这项代志，也搁再来讲起后念，搁打的到底什么款的梦想呢？咱一个人啊是不一定。假如讲一个人伊常常有这个差拉心的人，伊看到一项物件，无去共偷摕袂使；无看到物件，嘛是打主意要共偷摕。我即摆以这个例来甲你说明。比如讲，伊一个人，伊原来是对佛教呢，多多少少要有迄个信心，但是因为过去以来的这种的习性，伊会共偷摕物件，看到物件无共摕呢，敢若是心肝底都放袂下。我以这个来做一个譬如，比如讲，伊暗时食饱了，想讲既然食饱，要来去拜佛了，那就是讲要去拜佛的这个念头升起咯。这样都一直伫心讲，等我较紧食饱，要来去拜佛了。迄个时阵呢，忽然间后边呢，有一个念阁升起，讲，我想到都某人有一个什么物件，我若毋来去甲偷摕啊。当你要共偷摕物件，迄个念头忽然间升起，迄个时阵，当然袂随时讲把你这个要拜佛的这个念头，甲你打倒。毋过迄个时阵，你要拜佛的念头已经动摇。讲我到底是要来去拜佛做好呢，或者是要来共偷摕物件好呢？可能你即马你要共偷摕迄个物件，一直相续迄个时阵，你就讲物件摕转来再来讲啦。拜佛做嘛正讲，那呢你迄个拜佛的念头就拢无去，你要偷摕物件念头就继续。假使全咧继续到你即个物件摕转来呢，那么你才会当甘休。就是讲，你这要共偷摕物件，这个念才会无去。所以这个前念后念的这个问题前的一念甲后的一念呢，不一定完全共款。就是讲，因为是一念一念伫咧升起的关系呢，所以无法度讲善念一直继续，但也袂讲恶念一直继续伫咧。那以我拄则所讲，这个例我即摆搁再讲一个念落去。比如伊这个人呢，虽然是讲有这个习气，有当时是要共偷摕物件，但是这个习气无讲改动。伊本来想讲食饱要来拜佛，忽然间升起一念讲要共偷摕物件，但是呢，随时伊迄要拜佛的念头佫加强落去，讲哪会使哩呢？我是一个学佛修行人，哪会使打一个妄想要共偷摕物件呢？一定来去拜佛。那呢，又是搁再把迄个恶念给打消了，善念搁升起了。但是善念升起，反射过去恶念搁再给打起也不一定所以有当时阵呢，就是在这个善念、恶念、善念、恶念中呢，伫咧互相矛盾，互相伫咧争夺。这是咱众生的心。伫这所在，着做慧能大师教咱讲，你念念中呢，都要来开佛知见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每一念一定爱使这个善念的相续。像前面所讲的，必须爱端正你的心，常常升起智慧，关照自心，爱自恶行善。你这个心呢，若是时时刻刻保持在这个所在，那这就是你的佛的知见念念伫咧相续。勿开众生知见，毋通呢？你开这个众生知见，这个众生知见是啥物呢？就是在前面所讲的一种的邪心，也牛痴痴来去做罪。嘴虽然是讲甲足好听，心是真正险恶，有贪嗔嫉妒、贪恋傲慢、嗔憎害不等等，那这个就是一种的众生知见。慧能大师呢，是爱咱在念念中，都使你这个佛的知见会当来发挥迄个妙用，毋通呢使这个众生的知见
来发生迄个作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下面讲开佛知见，即是出世；开众生知见，即是世间啊。讲假如你若是开佛的知见呢，就是出世。安尼讲开佛知见就是出世啦，因为你自心的智慧开显啦，你的心端正，常常发起智慧的作用，来照料自心，来找咱实实在在自己本来面目，会当互来知恶行善。安尼呢，当然啦，就会当互来断烦恼，会当互来了生死。当然呢，就会当跳出这个三界。这个出世就是讲跳出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就是咧指三界六道的这个世间。假如若是开了众生的知见呢，就是这个世间。因为开众生的知见，就是咱的烦恼妄想用事，就是贪嗔嫉妒、天灵傲慢等等。你当然就是作业啦。作业当然呢，就必须在这个世间中来去受生死轮回。这就是佛的知见，甲咱众生知见的不同。伫这个所在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已经甲咱讲起非常的清楚。咱必须念念中来开佛的知见，唔通开咱众生的知见。来当后来开佛的知见呢，这都是属于出世。一旦开众生的知见呢，这都是世间。开佛知见就是出世，开众生知见就是世间。这四句话呢，也就是知见立，知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事即涅槃。意义呢，可以讲是同款。只是在这个解说上面呐，有所不同而已。开佛知见即是出世，这都是知见无见事即涅槃。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啊，这就是知见立，知即是无明本。下面讲你若但罗罗执念以为功课者，何以魔牛爱蜜？在这个所在呢，慧能大师啊，就对法达来直接的开始。讲你假如若是只有来罗罗来执念，以为功课，那这个罗罗就是讲非常的辛劳啦。这个非常辛劳是啥物呢？就是咧指讲这位法达从伊出家以来，已经上法华经上3000部。这个法华经会当上3000部，这当然就是非常的辛苦啦。不过呢，执念以为功课，你若是将这个每日辛苦来伫咧上法华经，要来甲伊执念。这个执念的意思啦，就是讲甲伊执着掉咧。有一个念头甲伊执着，甲伊当作讲呢，这就是你一种这个功课。那这个功就是功夫啦，这个课就是课程。这个功呢，也名叫做功能。课是课程，也就是讲每日限定时间来做迄样代志。这呢就名叫做功课。伫遮慧能大师所讲，就是讲发达啦。你若是每一日真正辛苦，来伫咧念法华经，你心肝将这个甲伊执着掉咧，当作讲这就是你每日的功课。
也拿呢，就甲迄个母牛爱米是无差别。伫这所在，咱正文呢有印了毋对，伫这是好以牛毛爱米，应该是母牛爱米。迄个头毛，这个母牛这是一种牛，这种牛呢是属于乌色的，脚只偏毛真长，尾呢真粗真大，这个尾毛呢更加搁在较长。也这款的牛呢，真爱惜伊的尾，这个米就是伊的尾啦。虾米人若去摸着伊的尾呢，伊即马就会甲伊拼命，将牛角要甲伊搭。那这就是说明讲，迄只牛呢，最爱就是伊迄个尾。这就是伫咧形容讲发达啦。你将这个来个当作讲，就是你的功课。也若安尼呢，就敢若参像这个母牛执着迄个尾共款。在《法华经》方便品文来讲见掠夺众生。贫穷无福慧，入生死险道，相续苦不断。侵夺伊五欲，而母牛爱米。那伫迄个所在所讲，就是讲深深贪着这个五欲。对于这个贪着的五欲，就参像迄款的这个母牛，伫咧爱伊迄个尾共款。那伫遮就是咧指这个发达啦，将念法华经当作讲就是个功课。而且呢，深深来伫咧执着这个功课，那呢，这就是一种的错误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这位发达的开示。最恳请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段经，今晚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